同微雨一齊看世間，大家好。邊個係你哋心目中嘅民國第一女神呢？應該當林徽因莫屬啦。林徽因的確好靚，唔單止人靚，氣質好，才情出眾，佢仲係建築學界嘅才女。林徽因正如佢父親為佢改名嘅時候所期望噶，大始字徽因。佢係一個美好而有才學、識大體嘅奇女子，更有大丈夫嘅豪氣。林徽因同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之間嘅愛情故事打動咗無數粉絲嘅心，但林徽因更讓人敬佩嘅係佢作為建築師對於古建築嘅珍惜。自古紅顏多薄命，林徽因51歲就離開咗人世間。有人話林徽因嘅死係因為搞建築設計太攰，但係真相卻另有原因。今日我哋就嚟講下林徽因嘅愛情故事同佢死亡嘅真實原因。1920年，16歲嘅林徽因跟隨父親林長民從上海出發，前往歐洲各國訪問考察。歐洲各國嘅古老建築令佢着迷，嗰啲記載住歷史變遷嘅古蹟，仿佛喺度向佢講述住人間嘅滄桑。結束遊歷之後，林徽因隨父親住咗喺倫敦。林長民因為公務經常去開會，留林徽因一個人喺屋企。初到倫敦嘅佢頗感孤獨。1920年11月，徐志摩前來拜訪林長民，佢對林徽因一見鍾情，成為佢生活中短暫嘅過客。林徽因欣賞徐志摩嘅才情，兩人用詩一般嘅語言溝通，但詩只係佢人生中好少嘅一部分。正如佢嘅兒子梁從誡喺接受聯合報社長張作錦嘅專訪時話，徐志摩嘅精神追求，林徽因完全理解，但反過嚟，林徽因所追求嘅，徐志摩未必理解。林徽因當年如果嫁俾徐志摩，我哋頂多只能夠有一個文學家嘅林徽因，因為佢嫁咗俾梁思成，我哋唔單止有一個文學家嘅林徽因，仲有一個建築家嘅林徽因。冰雪聰明嘅林徽因亦早就看出徐志摩嘅另一面。梁從誡話，佢對我姐姐話，徐志摩亦有世俗嘅一面，佢亦都係一個會喜歡着粉紅繡花鞋女子嘅嗰種人。徐志摩同陸小曼嘅戀情，正係佢呢一面嘅體現。當徐志摩喺發妻張幼儀懷孕嘅時候，仍不惜與其失婚，更促使林徽因果斷咁離開咗佢。林徽因嘅好友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夫人費惠梅喺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中話，林徽因嘅母親係失寵異房，父親林長民後來又娶咗第3個太太。徽因眼見母親所受嘅感情煎熬，佢唔能夠想象自己走進嘅一種人生嘅關係，係一個失去愛情嘅妻子被拋棄，而佢自己卻要去替代佢嘅位置。果斷離開徐志摩係林徽因嘅明智同善良之舉，更何況佢14歲就遇見咗梁啟超嘅長子梁思成，佢哋兩家門當戶對，梁啟超同林長民早就有意撮合佢哋嘅婚事。幾年後，徐志摩乘坐嘅飛機喺濟南失事，林徽因悲痛之餘，請求丈夫梁思成執回一塊飛機遺骸作為紀念，直到去世。呢一個紀念品都一直陪伴喺佢嘅身邊。梁思成亦都係一個才華橫溢嘅人。1915年，14歲嘅梁思成進入清華學堂，喺清華8年，佢係清華管弦樂隊隊長兼第1小號手，亦係合唱團第2男低音，同時具有出色嘅繪畫天賦。同徐志摩分手之後，林徽因果斷咁同梁思成喺一齊啦。1923年，年僅20歲嘅梁思成出咗嚴重嘅車禍，脊椎受傷，左腿嚴重骨折，喺醫院住咗100幾日，做咗多次手術。林徽因日日去醫院照顧佢，幫佢擦洗換藥。梁思成後來痊癒，但因為左腿骨折後比右腿短咗1公分，成為一個跛子。但係林徽因毫不在意，正係呢一份痴情打動咗梁思成。為咗同林徽因志同道合，佢決定同佢一齊學建築。1924年，佢哋先係喺費城賓州大學。無奈賓大建築系只招收男生，林徽因只好選擇咗美術系，但同時選修咗建築系嘅所有課程。就喺佢哋去美國嘅第2年，林長民意外身亡，梁啟超專門寫信俾梁思成，話徽因遭此慘痛，唯一的伴侶，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
林徽因聽從梁啟超嘅建議，安心喺國外讀書，冇回家奔喪。4年之後，兩人完成學業，於1928年3月21號喺加拿大渥太華舉行婚禮。喺林徽因嘅自傳中，佢提到喺新婚之夜，梁思成問佢呢一個問題，我只問一次，以後亦都唔再提。點解你選擇嘅人係我？林徽因話呢一個問題，我要用一生嚟回答，準備好聽我回答未呢？婚後兩人回到中國，應張學良嘅邀請，前往東北大學任教。喺嗰度，佢哋創辦咗中國第一個建築系。1929年夏天，佢哋嘅第一個孩子出世。為咗紀念啱啱去世嘅父親，飲冰室主人梁啟超，佢哋為女兒取名在冰。寒冷嘅東北令到林徽因肺病發作。1930年冬天，佢辭去東北大學嘅工作，帶住女兒返到北平靜養。1931年，東北局勢緊張，梁思成亦離開東北，返到北平。佢哋加入咗中國營造學社，專注於中國建築史研究。1932年，梁思成主持咗故宮文瀾閣修復工程，並著《清式營造則例》，對清代官式建築嘅佈局各部分構件名稱共用逐一做咗詳述，成為中國建築史界一部重要嘅教科書。呢一年，林徽因亦撰文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從1930年到1945年，佢哋用咗整整15年嘅時間，歷盡千辛萬苦，走訪咗15個省，詳細考察咗190個縣嘅2738處古建築，對呢一啲古建築進行精細嘅研究。期間，佢哋同營造學社同仁一齊完成咗中國建築史嘅編寫工作。呢一個係第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撰嘅比較完善嘅系統嘅中國建築史。1946年，梁林一家乘搭西南聯大嘅包機，返到去闊別9年嘅北平。清華大學成立建築系，梁思成擔任系主任，隨即赴美國耶魯大學講學。而清華新開辦嘅建築系工作就落到咗林徽因呢一個冇任何銜頭嘅病人身上。佢幾乎係喺病床上為創立清華建築系做咗大量工作。徐志摩空難去世之後，梁思成原本以為妻子終於不必為第二個男人分心啦，冇諗到佢哋之間又殺出一個金岳霖。金岳霖係著名嘅哲學家，亦係梁思成嘅摯友，經常到佢哋屋企蹭飯。金岳霖認識林徽因係喺佢結婚之後，對佢係一見鍾情，連聽佢說話眼睛裏面都充滿柔情。如果話徐志摩係浪漫噶，咁金岳霖就係痴情噶，佢嘅殺手鐧就係默默守護。1931年9月，林徽因結束療養之後，同梁思成搬到去北京東城北總部胡同3號。為咗獲得與林徽因相處嘅機會，金岳霖亦追隨梁林夫婦搬到去總部胡同3號。梁林住前院，佢住後面嘅小院。梁林一家安頓好之後，每逢週末，一大票文人，包括沈從文、金岳霖、張奚若、陳代孫等哲學家、政治家同經濟學家，就聚集喺佢哋家嘅客廳，成為名副其實嘅文化沙龍，真係談笑皆紅魚，往來無白丁。而林徽因永遠都係當仁不讓嘅中心。費正清曾經回憶話，每個老朋友都記得徽因可以滔滔不絕嘅壟斷整個談話。正因此喺各文學大家嘅筆下，林徽因嘅形象大不相同。胡適同沈從文稱讚佢係一代才女，絕頂聰明，而錢鍾書卻喺書中影射話，在所有有名嘅太太裏，她長相最好看，她為人最風流豪爽，她的丈夫最為順良，最不礙事。不久，梁思成從北京東郊寶坻縣調查古建築回來，林徽因向佢哭訴話：我苦惱極了，因為我同時愛上咗2個人，唔知道點樣做好。就好似妹妹向哥哥傾訴一樣。梁思成停咗一陣話：俾我諗下。第2日，佢對林徽因話：你係自由噶，如果你選擇咗老金，我祝願你哋永遠幸福。講到動情處，兩人都喊啦。林徽因將梁思成嘅話轉告俾金岳霖，金大為感動咁話：睇嚟思成係真正愛你噶。
我唔能夠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嘅人，我應該退出。之後，三人之間保持純潔嘅友誼。金岳霖為梁林夫婦提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到林徽因離世，金岳霖都一直獨身未娶，倒係梁思成早佢一步，娶咗林徽因嘅學生，比佢細27歲嘅林珠。林珠陪伴佢度過咗人生嘅最後11年。林徽因係美好嘅存在，但美好嘅事物總係唔長久。林徽因喺佢51歲嘅時候離開咗呢一個無限依戀佢嘅人世間，留低咗一首人間四月天嘅絕唱。有人話林徽因嘅紅顏薄命同佢搞建築研究有好大關係，因為佢原本就身子單薄，喺佢同梁思成考察全國嘅古建築嘅時候，經常喺野外風餐露宿住破廟，吃咗唔少苦，仲經常爬上爬落丈量古建築嘅尺寸，佢嘅身體因此受到好大嘅傷害。但係呢一個仲唔係最主要嘅原因。林徽因早逝最主要嘅原因係生氣，氣血鬱結。呢一個係點樣嘅一回事呢？梁思成夫婦為研究同保護中國古建築，可以話係費盡咗心血。佢哋喺世界建築領域都有相當嘅影響力。1945年喺美國轟炸日本東京、京都等地之前，梁思成同林徽因趕到重慶嘅美軍辦事處，陳述咗保護奈良、京都古建築嘅重要性，並且提交咗相關古建築嘅圖紙。梁思成話：建築係社會嘅縮影、民族嘅象徵，但絕唔係某一民族㗎，而係全人類嘅共同財產。美軍最終接受咗佢哋嘅建議，轟炸呢兩座城市嘅時候手下留情，保住咗唔少嘅古建築。喺1948年平津戰役開打之前，梁思成夫婦將佢哋繪製嘅全國文物古建築目錄交到去共軍嘅手上，仲重點圈出咗北京嘅珍貴古建築，再三強調話呢一個係全世界目前現存嘅最完整、最偉大嘅中國都市，請一定將佢保存落嚟。幸虧當時共軍入京冇發生火拼，先至保住咗一城嘅繁華同文明，保住咗嗰一啲歷經數百年滄桑風雨嘅古建築。但係1949年12月喺北京嘅城市規劃會議上，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建議以天安門廣場為中軸，將原有嘅古建築古城牆給拆除掉，將北京城重建，以促進工業化進程。當時以郭沫若為代表嘅規劃局成員十分贊同蘇聯專家嘅建議，準備拆城牆。此時梁思成同林徽因夫婦同時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總規劃師兼企劃處處長陳占祥企咗出嚟，提出強烈嘅反對意見。但郭沫若同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都贊成蘇聯專家嘅意見，而蘇聯專家就係吳晗請嚟㗎。梁思成夫婦同陳占祥並冇放棄，佢哋繼續為挽救北京古建築古城牆而四處奔走。佢哋用咗1年時間嚟收集資料，最終喺1950年2月總結咗一套良陳方案，聯名寫成長達25000字嘅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主張保護北京幾百年歷史遺留落嚟嘅寶貴嘅文物古蹟，喺西郊3里河另闢行政中心，疏散舊城密集嘅人口，保留傳統嘅古城格局和風貌。郭沫若等人又否定咗呢一個方案，吳晗亦支持郭沫若嘅意見。佢喺一次會議上話：試想一下，將來北京城到處都係建嘅高樓大廈，就剩低一啲牌坊同公門突兀咁放喺裏面，到時候睇住同雞籠鳥舍似的，能夠有乜嘢文物鑑賞價值呢？梁思成同吳晗進行咗激烈嘅爭論，但無法說服對方。佢嬲到面色發青，甚至失聲痛哭。林徽因亦忍唔住啦，佢指住吳晗嘅鼻，厲聲譴責話：你哋將真古董拆咗，將來係要後悔噶，到時候就算恢復起嚟，亦只能算係假古董。佢本來就身體虛弱，同吳晗對戰之後就氣得臥床不起啦。喺病床上，佢依舊對嗰一啲古建築念念不忘，痛惜咁話：喺博物館嘅櫥窗裏面，我哋精心咁保存住幾塊殘磚碎瓦。咁點解面對世界上獨一無二嘅古建築嘅時候，我哋下手卻毫不留情呢？
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終究胳膊擰不過大腿。1954年定安門被拆除，1956年永定門以及周圍嘅古城牆被拆除，1959年位於北京中軸線上嘅中華門亦消失啦。截至1969年，北京城嘅內城牆基本被拆除完畢。如今嘅北京城內城牆只留下兩小段，一段係崇文門至東南角箭樓之間，另一段係西便門城牆。呢兩小段城牆早已經冇咗昔日嘅輝煌。2004年，北京市花費巨大嘅代價重建咗永定門，距離拆牆僅47年，卻應咗林徽因嘅嗰句話：即便恢復，亦係假古董。林徽因倒下啦，梁思成亦因勞累同鬱悶病倒啦。雖然兩人都住喺北京同仁醫院，卻因為冇力氣，無法去看望對方。後來梁思成嘅病好轉咗一啲，先至去林徽因嘅病房看望佢。當時林徽因喺報上睇到有人寫文章批判佢哋夫妻倆嘅學術係復古主義，呢一個令到佢十分傷心，身體每況愈下，最終住入咗去加護病房，連梁思成亦都難以見到佢啦。1955年4月1號凌晨，林徽因呢一位曠世才女帶住無限嘅遺憾喺人間嘅4月天香消玉殞，年僅51歲。2024年5月18號，賓夕凡尼亞大學韋茨曼設計學院向林徽因頒發咗次理嘅建築學學士學位。只係咁樣一位民國嘅第一女神，永遠都唔明白點解共產主義新中國容不下嗰一啲佢珍視嘅古建築同古城牆。